欢迎收听文言良语，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由咱主要所祈祷的神荣耀爸，将迄个世人智慧甲启示的灵赏赐恁，互恁真知影伊。是了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17节。这段圣经讲，圣灵也称作智慧甲启示的灵，因为伊会当使人智慧，又会当启示人明白稳重甲未来的代志。古圣徒约瑟因着有神的灵伫伊内头，望启示得智慧，所以会当为着法老来解梦，预言埃及将要做袂代志，而且被提拔成做宰相。犹大支派中比撒列甲但支派中的阿和利亚伯，因着神用伊的灵来充满着因，互因的心满有智慧，便会当想出奇妙的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样的物，而且会当教导人。约书亚因着摩西要按手伫头壳顶，互伊被智慧的灵充满，便会当继续摩西的工作，带领着以色列众人进入迦南地。但以利的内头因为有圣神的灵，所以会当为着尼布甲尼撒王讲解异梦，预言各位将暂时要离开伊，赢过伫巴比伦一切的特殊，并且会当为着伯沙撒王讲解神用着镜头伫粉墙顶面的文字，预言伊的国度将要分裂，归乎马代人甲波斯人。其他旧约时代众先知拢蒙智慧甲启示灵引导，各完成了美好工程，又得了启示，以先证明基督将受苦难，后来得到荣耀。大呢世界末日的确要再临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讲，除了伫人内头的灵，啥物人知影人的代志？亲像安尼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无人知影神的代志。神有触袂透的智慧、丰盛恩典，甲无限的能力。一个人要真正入捌伊，真正是无简单。但是咱若是互智慧甲启示的灵来充满，对伊的智慧、恩典甲能力，就的确会当认捌搁较贴切咯。保罗伫加拉太书第1章讲，我素来所传福音，毋是出于人意思，因为我毋是对人领受的，也毋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对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搁伫以弗所书第3章讲，恁的确捌听见神赐恩互我，将观测着恁的职分托付我，用启示互我知影福音的奥秘。这亲像我以前寥寥捌写过，恁读咯就会当知影，我深知影基督奥秘。这个奥秘伫以前的世代无互人知影，亲像今日借着圣灵启示伊的众使徒甲先知共款。可见要明白福音的奥秘，并求不断的长进，必须有圣灵启示。若无若只靠着人来传授，就的确亲像一滴水共款，用了后就无来源咯。主要所讲，但保惠师就是爸因着我的命所要找来圣灵，伊要将一切代志指教恁，并且要互恁想起我对恁所讲的话。我还阁有真侪代志要甲恁讲，但是恁现在担当袂起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咯。伊要引导恁明白一切真理，并且要甲将来的代志甲恁讲。这是主要所应许，也是保罗甲其他的门徒所体验过的问题。由咱主要所祈祷的神荣耀爸，将迄个世人智慧甲启示的灵赏赐恁，互恁真知影伊。是了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17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